係啦，咁你只要估中啊呢10套經典劇入面啊，邊一套係全球收視之冠呢？咁就會有機會可以奪得鑽石手錶一對，總值係28萬嘅。咁不如而家就一齊檢閱一下呢10套嘅 TVB 經典劇集先啦。無線10大最高收視劇集，全球收視人次高達20億，10套經典劇集分別有。咪喺度摸身摸死咧！阿姐同四哥嘅經典組合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，仲有《射雕英雄傳》，一代武俠小說活現熒幕。邊個哥贏咗啦？講述偉仔響少年警校奮鬥而出頭嘅新紮師兄。結局亦真亦假嘅流氓大亨。又一經典武俠小說，又一經典武俠劇集，絕代雙驕。仲有溫兆倫奸到出汁嘅義不容情。帶你出去食雪糕善良嘅溫兆倫，善良嘅邵美琪，我本善良。你知道如果我真係愛你，我一定會翻嚟。黎明、劉青雲同埋羅慧娟嘅人在邊緣，黎明嘅不羈形象迷倒唔少女性嘅。又係黎明，仲有邵美琪同埋周海媚嘅多角戀嘅今生無悔。我要你收翻你嘅制裁啊！唔使旨意，你可以唔當。離離合合，情海翻波，萬子舔扭，情陷大家族。永遠都當你係我妻子，永遠都係。無線10大最高收視劇集，全球收視人次高達20億。